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2月3早起新闻，我是柯志辉。考虑到中国疫情即卖咧拓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暂时加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已经开始带伫温州民众禁止入境。14天内，包括温州民众嘛爱隔离观察14天。另外，台北市长郭文泰昨下无细里讲出留伫武汉台商登来台湾安置地点，引起外界批评。郭文泰昨下回应，伊会做检讨。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全中国，伫乌北5天试了，即天温州市也伫咧催热公布人员管控措施，每1号每2天会人派1个人出门买物件，一直到8号为止，无关人员袂当出发。大量军警也出动管制治所。对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号暗开记者会，宣布温州市列作2级流行地区。因为温州的疫情严重，病例数快速增加，同时台湾甲温州有直航班机，一礼拜差不多1100多人入境，往来密切，才决定自3号开始禁止入境台湾。14天内，有温州旅游史，那必须列入居家检疫的对象，那隔离观察14天。如果是居住在温州的大陆的人士呢，那禁止入境。即马讲留伫咧武汉的台湾人将会撤回集中安置。台北市长郭文泰无说理甲隔离地点讲互媒体知，引起各界批评，伊也做出回应。我会检讨。那刚刚怎么说好？被抓去关的是。至少会为这件事情正式道歉吗？没有，我也在检讨。全台湾北、中、南3个安置地点本来无公开，所以郭文泰无说理讲出来，以后可能也会改所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已经请法务研究，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厝内有学生的民众都要注意，因应武汉肺炎，全国高中以下学校是延后2礼拜开学，因为即马休寒变长咯。劳动部就宣布家长会当请防疫照顾假，头家都会增加，不过并无规定请假时阵敢有薪水。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做出重大决议，延后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开学时间，原定2月初10开学，延后到2月25。休寒时放较久，休热时延后来放假，改为7月10休假式，被影响学生规年上课日数。从7月15来开始放假，我想这整个假期的处理是以平行挪移就是让整个寒假来延长。那么暑假来缩短，它是不可归责于劳工所以雇主一定要准假，不可以视这个防疫照顾假为旷工那也不可以强迫劳工用事假或者其他的假来特别处理因应休寒延长，劳动部宣布2月11到2月24，头家应该稳准厝内底有12岁以下的囡仔，会落工请防疫照顾假。若是落工提出头家无拒绝，也毋过是毋是付薪水是由公司来决定。另外，伫政府定用试验了后，真侪民众意愿反映买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建议相关的措施，其中针对囡仔的试验，会优先调配50万元，发放到幼儿园来增做备用物资。希望就是说没有有生病的或身体不适的尽量在家休息了那至于整体儿童口罩或是在里面幼儿园里面的需要，这怎么样的配置？那现在教育部跟经济部正在研商中。只是延后开学政策无包括即阵已经开学的幼儿园，也有市面上补习班甲安亲班。指挥中心表示，会要求相关单位落实监测甲管理，落实有去过中港俄旅游，也有捌接触过学生伫咧厝的自主管理14天莫上课，会向移民署调看出入境资料，互学校来比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武汉肺炎，现此时全世界得到武汉肺炎的人数是一直咧增加。咱来看到今日早起8点上线统计。中国目前有17228人确定着病，362人死亡，其中香港有15例，咱台湾有10例。伫亚洲部分，现此时以日本20例上济，泰国是19例，新加坡18例，南韩15例，马来西亚8例，伫澳洲是12例。另外，美国有9例，法国有6例，德国10例，加拿大有4例确定病例。过来看到武汉肺炎，即马继续一直咧传，有传出病毒可能透过粪便传染。中国医学专家钟南山昨下就表示，确实伫部分患者的粪便中发现着病毒，
都要真细腻。武汉肺炎的疫情，除了即马所在的喙烂加接触传播以外，如何个传出有可能会透过粪便传染？昨天传出的这个病毒有这个粪口传播的风险，这个您怎么看？有可能。有可能是吗？对。中国医学专家钟南山第章证实，有一寡患者的粪便内面验出血栓阳性，要特别注意。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发现有一部分病人的粪便里头啊，这个测出它的核酸阳性。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正在做这个能不能分离出病毒，所以现在呢还正在检测，需要有点时间。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在粪便里头啊发现有核酸的这个阳性的话，那还是应该高度关注的啊。钟南山解释讲，验出血栓阳性，表示粪便内面可能抑有病毒，不过病毒伫咧粪便内面敢袂当转化，抑怪检测。第六个部分初步检测是无，伊讲湖北、江西这款所在，抑有使用便桶上便所的习惯，消毒要特别注意。另外，伫菲律宾，官方伫咧2号证实有一位感染的患者死亡，也是中国以外第一个传出死亡病例的国家。In his last few days, the patient was stable and showed signs of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deteriorated within the last 24 hours, resulting in his demise. 菲律宾官方讲，死亡病例是进前自武汉经过香港到菲律宾的44岁中国籍武汉男子。菲律宾第一件确诊病例女性，就是甲这个查甫人坐同一台班机。法国第2台自中国撤侨的专机已经伫咧当地时间初2到法国。法国卫生部讲，机顶36个人出现感染症头，其中20个人伫咧法国接受检验，另外16个人送到其他欧洲国家。美国是出现第9位确诊病例，包机回国的200人将会伫加州一间空军基地隔离。真侪国家也对中国发出旅游禁令。For anyone, though, who has visited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st 14 days,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come in and remain within New Zealand's borders. 纽西兰初3开始执行入境禁令，南韩随时开始禁止14天内去过中国湖北的外籍人士入境。印尼初2宣布暂停所有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加落地签，也禁止14天内去过中国的旅客转机或者是入境。初5开始暂停印尼来回中国的所有航班。记者综合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今日报纸有什款重大消息？《苹果日报》年底就要举行大选，美国是头一场初选，今日就要伫爱荷华州举行咯。民主党几个参选人，包括桑德斯、华伦加前副总统拜登，呼吁团结对抗美国总统川普。《中国时报》台湾500华人留伫湖北，会当包机登来台湾。上紧是今暗到台湾是第一批，头一批差不多200个人。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民众登来台湾了后，都要接受14天的检疫隔离。联合报今是中国春节假期结束了后第一日上班的日子，大陆的股市卖跌今日开市，开盘压力真重，官方推出30项稳定措施。在国内，大股国安基金卖积极注意，在必要时阵会启动护盘机制。另外，最近意大利甲越南为了防止武汉肺炎，是禁止中国和台湾的航班往来。经过沟通了后，往回台湾甲越南的航班有渐渐恢复。另外，意大利目前也是禁止台湾的飞行机来往回。受到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扩大，越南初一暗一度禁止台湾航班入境。在外交部协调之下，经过4点钟宣布解除禁令。桃园机场早起出现100多名为越南返来的旅客，原定初一暗返来，经过波折到初2早起才顺利回国。我就继续等他们把票订完了，然后说确定会飞，然后我们又去退订另外一边，再损失手续费，然后再回。不过，初2早起，越南航空由原是无有境取消航班，高雄小港机场显示，越南航空飞往胡志明市河内的班机隆重取消，大批旅客拖着大包小包行李伫机场等都是无法度出去。可以复飞啊！我们早上就想说还是来看一下，他就留我们的资料，就说11点半会通知我。早上看到取消，脸都黑了嘛。意大利自30日起对台禁飞令也犹原继续，对此初2早起，外交部长吴钊燮召开国际记者会严正抗议。但是像意大利的这个情形，凸显世卫当
将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的做法，已经对台湾人民的利益造成伤害。我要在此公开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台湾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外交部表示，近日几个国家对台发出禁飞令，创俄自信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疫情当作中国的一部分。外交部对外呼吁，台湾无受中国政府管辖，台湾甲中国的卫生机构甲民航单位属于两个独立机构，呼吁 WHO 随改正错误。他会一而再、再而三来赞扬中国的这些做法。我想我们台湾的人民同样也在问，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住在平行时空？这些人是在说 hello 吗？目前华航等营等国际航空正常复飞，将伫初二有缘有越南航空取消航班。民航局澄清，目前台国之间无飞行禁令，南山的班机取消属于单机业者调度问题，甲越南禁飞令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先做回来关心天气，今日东半部地区、北部地区甲马祖是有低热雨，其他地区是细云到好天。来看上升的温度。今日透早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气温也是真低。透早上低温是伫高雄8.8度。气象局针对部分地区发布黄色低温特报。不过今日透早因为日头出来咯，比透早会较温暖一寡。要做的是，明仔载到后日这2天会有一波新的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影响，除了北部、东半部甲马祖地区会有局部低阵雨，中南部山区嘛可能有低阵雨，天气会变加较湿又搁寒，出门要记扎雨伞。过来关心武汉封城了后，调伫遐的台湾人总算会当坐飞轮机返来台湾咯。中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确诊个案是袂当坐飞轮机，这人返来台湾了后，佮会接受检疫隔离14天。挂嘴暗透过视讯的方式，甲媒体讲伊有外相处。住伫北部的张小姐，农历春节前带囡仔到武汉探亲，想袂到却拄到武汉肺炎疫情扩大，伊已经被关伫厝内14天。上大心愿就是会当赶紧带2岁囡仔返来台湾。现在当地的状况。反正就是跟死城一样。也阁有这位宋小姐，1月22日去武汉探亲，原本1月31日就要返来，也因为封城，煞无法度离开。在这里现在非常的不方便，因为不能出门，哪里都不能去，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为了协助滞留武汉的台湾人返来，武汉台湾事务办公室伫初二陆续以电话通知滞留武汉的台湾人写返台申请表。根据台商提供的消息，目前整个湖北地区已经有503人申请，其中武汉有233人。这个返台名单中，拢无武汉肺炎确诊的感染者，因拢表达愿意接受隔离。另外，武汉台办较早也已经通知，等航班时间确定，将安排车辆伫各区政府机构。等候大家集中坐车前往机场。到底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啊？我想也不排除啊，因为两岸一家亲嘛，也不排除可能是这个大陆这边会有飞机、专机回来。对于确诊的个案，基本上是不登机。那至于回来，我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好，一定是全程隔离。但是中强调，防滞留的台湾人回国了后，需要接受检疫隔离14天。会有专人监测健康状况，甲提供时速。目前已经安排指定场所当作隔离使用，一旦发病，都会随接受治疗。不过为了避免造成附近的居民惊吓，无对外公布明确隔离地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伦敦南部当地初二下晡2点，是发生一个男子夜刀攻击过路人的代志，造成3人受伤，有1人伤势较严重。凶手是警方当场开枪拍死。根据看到人表示，这男子杀人时阵身躯搁绑一个管仔，本来叫做是炸弹，后来证实不是炸弹。案件发生了后，伦敦警方真紧就宣布，这件随机杀人事件是恐怖攻击。杀人男子是伊斯兰的主记者，早就被警方监视了。目前中国境内病人增加真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求军方的医护人员要组1400人的医护队，负责武汉火神山病院的医疗工作。
中国的武汉肺炎的感染人数继续增加，病人已经超过14000多人，其中有2000多人病情较重。武汉市除了加紧建设火星山病院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要求军方组成1400名医护人员，为8月开始负责火星山病院的医疗康馈。这次疫情一出现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严峻，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已经深刻的感受到它的危机感。再从一个军人角度来说，就这时候呢，应该发挥我们的先锋模范作用。除了武汉市500省的5公市的确定病例，嘛伫个7日透早超过1000个，是武汉市以外第2个9000人感染的城市。当地政府就下令要停发300多名官员，其中6个人互人死头路。伫外国媒体报道，头一个伫境外死亡的肺炎病人8位武汉过境香港到菲律宾，互香港民众是真烦恼。而香港的公立病院的医护人员嘛，伫个7日暗时通过投票，要为7月3开始执行罢工，要求香港政府禁止中國旅客進入香港。我都擔心香港都會有陸續死亡個案啦。咁但係我希望香港政府就係首先真係要做咗封關先啦，跟住都醫療嗰方面都其實我都唔期望政府會做到啲乜嘢，但係起碼係真係封關，即係保障咗。最個源頭，即係堵截咗個源頭先。另外，因為各國開始禁止捌去過中國的旅客，也是中國籍嘅旅客入境，中國政府嘛派出4個民航包機，加到伫泰國、馬來西亞、甲日本在所在民眾陸續接到登去。記者鄧時龍報道。武漢肺炎全球感染人數即馬已經超過17000人咯，除了中國死亡人數超過300人，連菲律賓嘛傳出頭一個死亡嘅病例。這是一個44歲武漢的查甫人，這嘛是中國以外第一個傳出死亡病例國家。武漢肺炎疫情拖到全球超過20個國家，這個月7日菲律賓官方證實已經有1名患者死亡，這嘛是中國以外頭一個傳出死亡病例國家。In his last few days, the patient was stable and showed signs of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deteriorated within the last 24 hours, resulting in his demise. 菲律賓官方表示，死亡的患者是正正為武漢經過香港到菲律賓的44歲中國籍武漢男子。菲律賓頭一個確定病例女性，就是甲這個男子坐共班的班機。因為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例在全球各地繼續擴，在各國撤僑登記了後，開始針對回國的人進行檢查。其中日本閣針對頂個月29號包機登記的民眾進行追蹤，閣驗出確定的病例。嘛，這時雖然一開始檢驗結果是陰性的病人，嘛必須要繼續追蹤14天，才當真正確定無患到肺炎。新加坡為了防疫，向民眾放送520萬個喙罨，而北韓是針對機場來進行消毒。而也未出現病例，紐西蘭8月開始冇入境嘅禁止令。For anyone though who has visited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st 14 days,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come in and remain within New Zealand's borders. 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嘅全球確定病例已經有14500多人，其中病例上濟國家就是日本、泰國和新加坡。記者鄧時東報道。越戰時已經結束44天咯，暗過戰爭造成傷害各地發生，上無4萬個越南人因為無細里吸到微波彈失去性命。有一陣越南婦女為了維護悲劇，擱再發生，因是遭拆彈燒造。一個微波彈邊燉3包，降價殺傷力了引爆。但是必要甲伊共伴摕探測器，正細膩的慢慢行，清除美軍伫咧越戰期間留來微波彈。Riêng cái không phải về thu nhập về lương mà vì cái công việc của chúng tôi là đem lại cái môi trường sống và cái trả lại cho bà con là những cái khu đất sạch và không có những cái tai nạn vật liệu nổ. 越戰已經結束44天啊，不過越南的土地也是帶着美軍所留來300萬粒微波彈加集束炸彈，主要集中伫過去南北越的交界，有一寡所在是屬有非軍事區的耕地性。這款微波彈已經造成至少4萬人不幸死亡，包括農民、清除金屬廢棄物的人員，也個兒童。但是必要的壓制就是伫咧清除金屬廢棄物時陣，意外引爆地雷被炸死。為了維護國家濟無辜性命犧牲，伊加入國際少女顧問組織。
带一支全部拢是女性组成的跳大小组，其中一位但是行因人就是伫咧上班的半路，因为地雷爆炸受伤。 Khi mà chồng tôi đã bị vật liệu đi làm đã vật liệu đã nổ rồi thì lúc đó cái động lực của tôi là muốn thúc đẩy là tôi phải đi làm để làm sạch những cái vật liệu nổ ở trên đất để cho làm sạch cho những cái người dân họ không vấp ngã giống như trong của tôi được. 伫微博单内面有一寡外形袂输敢若是网球，所以一寡囡仔就是想要捡来耍而不幸死亡。 Cái đó thì lo lắng lắm chứ, con cái đi bữa nay con cái đi ra ngoài phải dặn dò và kiểm soát nó chứ, lỡ đâu nó đi ra ngoài nó gặp bom gặp đạn thì nó nghịch nó chơi nó không biết nó nghịch thì. 微博单拢清掉的土地重新整理了，由美国非政府组织协助超过3000人种胡椒。潘文泰即摆就伫咧遮种胡椒，伊伫越战的时阵失去一支脚，之後又果因為微博單失去另外一支腳。Nhiều lúc mình phải mơ đến những cái khi mà nó nổ. Rồi là coi như mình là coi như không còn gì nữa, rồi là giật mình tỉnh dậy thì lúc đó mình đang còn là coi như máu không đổ, người mình vẫn còn mạnh khỏe, đó là một sự vui mừng. 越南官員認為，至少一個月開幾多10億美金，加將近8年的時間，才有法度把所有微博單攏清掉。做這項危險工作的這人勇敢的婦女，了解雖然過程誠慢，不過也是希望會讓兩早行出微博單的陰影，唔免擱再提心吊膽過日子。記者綜合報道。關心體育消息，塞爾維亞金球王喬科維奇喺今年澳洲棒球公開賽男單決賽是對決奧地利選手提姆，兩人對決4點鐘，喬科維奇則以3-2的盤數贏球。 順利衛冕，這是喬科維奇第8座澳網冠軍，嘛是史上上濟。這禮拜伊咪重新奪去世界球王。2020澳網男單決賽進程，先表揚甲澳洲亞會奮戰的5位消防員。這場決賽是想要衛冕的塞爾維亞前球王喬科維奇對奧地利的提姆。一開始喬科維奇連續提3局，國家提姆伫咧盤尾時陣發生雙誤送分。 喬科維奇6-4先搶到第一盤。不過喬帥因為發球時間傷久，和主勝建功2敗，情緒受到影響，和對手順利破發，贏得第2盤。尾後喬科維奇的一粒發球率大幅度下滑，和提姆6-2摕第3盤。在咧神經電話治療了，喬科維奇以6-3甲比賽逼入決勝盤。 最後喺第3局破發的時陣，摕到3比的領先，兩個人攏成功補發。上尾對手回擊出界，喬帥摕到冠軍點。比賽了，喬帥前收到布萊恩感謝 KB 一個824兩個背後的話頭，懷念過身的好朋友湖人的布萊恩。One person that I considered close in my life and was a mentor to me, Kobe Bryant. Passed away as well with his daughter, and I would just like to, I guess, say that this is a reminder to all of us that we should stick together more than ever. 這是喬科維奇第8座澳網冠軍，史上上濟，同時也是伊生涯第17座大滿貫賽金杯。這個敗所公布的世界排名，喬帥甲西班牙蠻牛納達爾誘來，重新坐起哩球王寶座。 記者綜合報道。就算講現主時是由政府來調度翠安，嘛是有真濟人買薄。不過各縣市嘛出現講免費送翠安的情形，高雄都議員參選人喺選舉時買真濟翠安無送，決定甲村的送給民眾。喺台中，有里長認為里內有真濟老大人，以免費發翠安，互因較安心。 每一個塑膠袋仔底2個翠安，志工的手無停過，因為庫存的42000瓦的翠安要分裝2萬份，免費送給排隊民眾。分裝成2萬個那個口罩，然後就是說看能不能就是把這2萬個的那個愛心傳遞出去。 送翠安的人講，這個翠安是2018年伊參選高雄市議員的時陣買的文宣翠安，落選了後，翠安就放佇倉庫。最近看到全台搶買翠安，才想起庫存，決定提出來免費送。同款因為政治活動買的翠安，新德縣有道理，得當鎮長補選的候選人佇總部成立大會免費送，一人一個翠安。
这个礼物现在来说当然是最适合的。然后呢，这个口罩呢是必备的，家里必备的口罩。候选人讲，2年前买真侪喙罨做竞选文宣，拄到一摆手尾情形，发予民众防疫。另外，伫台中市的上德里，拜二早起也免费发喙罨，达人限领3个。活动发起人是当地里长，伊讲里内有袂少老大人发喙罨，会当帮助人，也会当安长辈心。这喙罨是进前有企业防范空污时所买，即马免费送予人。根本免几工就无，因为囡仔拢口水湿了就不能用了。准备发1000份，总共居民是4900多个人，但是那个老人家的话，65岁以上有占了648位。防范武汉肺炎全台抢买喙罨，也是有人不满买袂到，也予各县市即寡免费正常活动，大家拢吸引大批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毋但是真侪人想要抢喙罨，连酒精即款消毒物件嘛拢卖甲真好。当然有一间酒精工厂是接到真侪订单，厝内是加开真侪生产线，强调酒精的量是一定有够，民众就免惊吓。不了个提醒民众都要用酒精消毒，定洗手，这是上好的防疫办法。95度的酒精才甲出货，就有人来买。台南这间酒厂年后开工增加真侪订单，有当时一天卖超过300打的半公升酒精。酒厂决定增加着生产，一天会当产4千箱的半公升的酒精。未来需求若增加，会调整做24点钟来生产。产量会不足还是安怎？无做资金的？不会，我们都轮班加工。礼拜六也有那个加班来生产。对啊。酒厂表示，这个产量一定有够，民众唔免来囤物件。啊，毋过95度的酒精清洁消毒的功能无75%遮尔好。防疫人员嘛建议民众会当用4:1的比例来调，也就是同款的容器，用4份酒精加上1份煮好的水。拿到95%的酒精，用同样的容器装4份。倒在一个大容器里面，然后再加1份经过煮沸过的冷却的一个开水。面对着疫情，民众非常的紧张，不过防疫人员强调，真正要伫咧厝内消毒，还是漂白水稀释100杯了后来使用上有效。加上个人正确来洗手，就当做了真好。若是酒精是伫咧水源无够，还是讲无其他的物件会当替代的时阵来使用，无建议民众是完全来靠酒精。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台南高雄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美国是大辣。这摆疫情防备中心，中国股市今仔日嘛开盘咯。法人预期台股恐惊嘛受影响。上线消息，今日台股开盘是落129点，指数即摆是11000多点。过来看到，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旅宿业者嘛是真烦恼。咱岛导业者表示，退订甲延期的旅客都有2成。台中甲去年比起来有落一小寡寡，毋过整体看起来受到影响，阁是无够明显。天气袂歹，烟火开啊，不过娱乐区业者却是烦恼讲，游客无想要来。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过年的游客人数是衰退的现象啊。三林区甲开头的旅游业者也真烦恼，因为大环境已经影响一摆啊。即阵武汉肺炎疫情也出现2成消费者退订，也是延期。相较于往年春节假期，约减少了5成到6成左右。那以2月份现在的订房来讲，退了1到2成左右。社团甚至学生团都已经要延期或者是不办这个活动对这个旅宿业来讲，这个伤害更大了。伫咧台中地区，饭店旅游业者对抗这波疫情，也伫咧清洁消毒方面更加详细。伫都会区的饭店旅馆，大部分锁定国内旅游，也有商务客，国际旅客也较少团体客。这阵暂时看袂出武汉肺炎疫情的明显影响。我们饭店主要还是以商务客跟国旅为主啊，那在这个部分影响不大。中国自由行的部分，目前的话是比较减少几乎是没有这样子。那其他的团体还是维持一定的状况。细分到国旅市场，还有国际入境市场的话，这个真的必须要等旅宿业做一个比较确实的统计。这边地方政府也会协助旅宿业来跟中央做争取。台中地区的大型游乐园是指出，过年期间受到天气甲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甲去年同期来比较减少3成，也国购物中心反倒转来客数增加5成，整体来讲无明显受到影响。
而台中市管路局是伫回正相关资料，甲业者提出的需求，会建请中央协助想好对策，帮助有需要业者共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99岁姓林阿公，伊伫4年前发现到裂喉腺癌第3期，伊勇敢接受手术加放射治疗。过程中，伊并无放弃运动，嘛保持欢喜的心情，佮定定出国比赛拍羽毛球，即马已经成功拍败癌症。今天有没有机会跟你切磋切磋？今天真好。今年已经99岁林阿公，咧拍羽毛球动作也是真流利，轻轻松松就食9落分。但是其实伊4当前，互诊断出着第3期的裂喉腺癌。104年11月9号开始，每3个月检查血液都非常正常，所以我呢，现到目前为止就感觉到是非常的健康。知影家己着癌了后，林阿公无失志，定期接受病院的治疗，4当来追踪检查，目前生活的品质是真好，唔来当四界拍走，搁定出国比赛，摕到的金牌是坐间2支手拢提袂起。那考量到一个病人的年纪高达90几岁，那我们采用的一个叫做同时放射线治疗以及荷尔蒙治疗的一个方法，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癌症控制。林阿公讲，治疗的过程真辛苦，而且年岁阁济手术的风险是真悬。但是伊望会当鼓励阁较济患者勇敢乐观来面对，保持运动的习惯，就会当甲伊同款成功拍败癌症。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为了因应高龄化甲文化平权，适合老大人甲新长者规划家己真欢喜的在地文化旅行。其中有2条路线是专门替新长人士安排的，互因亲身体验，提出合合因需求的建议。高多礼拜？可以，不行吗？会调车？调车。巷弄内文化导览以嘉义车站后站附近的区域来进行。介绍以前牧业甲祭堂的历史甲宗教文化，但是有一寡比较较特殊的地形，为了要让新庄人士会用参与，大家做伙来协助。准备一块斜坡板，然后克服一些有一点点那个高度的障碍的，那会更好。嘉义市文化局以市民心理甲参与式预算的方式，互民众伫社区营造的课程当中，家己规划文化旅行的路线。那我们是因为很少出门，所以也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到。那现在是无障碍环境做得很好，希望说我的轮椅朋友呢，能够参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有身障朋友参加一起，我觉得他们都好乐观，然后他们也都很容易很高兴的参与，然后我们觉得大家都融合在一起很好。嘉义市文化局表示，高龄化社会甲文化平权是目前的走向，因搁咧累积相关的活动经验甲民众参与了后意见。希望未来会用替新庄朋友甲长辈安排更较友善的文化活动，同时嘛用友善平权的概念来提升城市的观光。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搁无偌久都是元宵咯，咱到玻璃今年灯会甲一般传统的灯会无共款，加入新面的天然景观，搁有特别打造用纸做的动物红仔。希望互参加民众炸着特别的鼓仔灯，散播伫心灵报道的方式，展现灯会文化甲互动性。伊个人甲大型动物红仔为调咧，小济要翕相。即寡用纸做的红仔造型是一个比一个更较高水。那你最喜欢哪一只？松鼠。松鼠啊？为什么？因为它很可爱。这是今年南投县玻璃镇公所的新林绿灯节。因为今年是鸟鼠年，灯会用碰瓷做吉祥物，而且这碰瓷的造型真特别。较只片佫发金蕉叶的石仔，因为这是玻璃独有的传统故事，环保贵的动物版，真受小朋友喜爱。台湾资讯地理中心为遮去了后，去上山去敲钟去许愿一个无共款的这个创意乡长讲，伫台湾地理中心边举办这个真有特色的森林绿灯节，是在地青年的创意。因希望透过步道甲参观路线串联起来，规划5大主题区，互民众体验无同款的灯会。那顶层我们设置了4处的类似魔法森林的场域，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来
步行的民众，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虎头山中心碑。灯会按算伫2月初1暗办启灯仪式，主办单位阁提供2000个小型的高压灯，要送予参加的民众，欢迎乡亲时代小招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真无共款，阁有中华新港专门种金龟龟农关景发，伊想到用镭射技术伫金龟刻到祝贺话。伫过年前是真侪人想买，伫过年后伊阁用其他科学文字刻伫金龟，嘛有真侪人家买。过年过节，袂少人会伫客厅放银柳，也有黄金柑这种花来看戏，讨一个好彩头。不过，你敢捌看过这用镭射技术所刻的金龟？镭射的光线扫过金龟的皮，就会碰起来，铺出一字一字，有吉祥如意、招财进宝等等祝福的话语。这全是中华新港专门伫咧温室种荔枝金龟的农民关景发伊的创意。我们利用它这种治愈能力强这种特性哈，就是它一般表面它只要受伤的话，大概2个礼拜，它的这些修复的那个组织它就会跑出来，它的字体就自然就会浮现出来。关景发唔但了解金龟这款菜色家己的疗伤的特性，对金龟的品种、外观到口感，伊也真讲究。这是活体采收的哈，所以里面还有很多的水分，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南瓜的时候，可能在室温条件哈，大概至少再放个2个礼拜，让它持水，让它水分那个成分降低以后。口感风味都会提升上来。金龟顶头除了有过年恭喜的话，即阵过年过啊，人客也阁有其他的选择，亲像宝砂人、烟头好看的话，注文的人客也不离啊多。关景发用伊特殊的眼光，行出金龟农无共款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婚林斗绕有一般日本时代旧宿舍，经过5档的修复工程，去年年底总算是对外开放。即马带观众朋友同齐来了解台湾咖啡文化。豆豆啊，伫拄磨好的咖啡粉顶悬冲烧水，一杯来自婚林古客的台湾咖啡，充满在地滋味，嘛讲出一段真久毋捌讲起的记忆。友谊地动了后，转去古坑创办咖啡庄园的张景科，毋但研发出独特的烘豆技术，嘛收集真侪甲台湾咖啡相关的资料。我爸爸伊安尼做，我细汉的时阵看足济嘛，我大汉做兵了退伍，等下我换入去咖啡工厂，我在那边待了2年。日治时期，都南都市会社开始伫古坑种咖啡，而且伫斗立起员工宿舍，战后改名叫做婚林关经济农场。1958年，伫美国的资金援助之下，国民政府伫斗立成立迄当阵全东亚规模上大的咖啡工厂，加工古坑生产的咖啡豆。张景科甲伊的老爸拢捌是咖啡工厂的员工，咖啡工厂的永景因为中美断交来结束，厂房嘛全部拢拆了了。我开工厂大概才10几年的这个光景而已。断交之后，它没有经济的澳元了，所以整个全部撤走了。为伊保留落来这片员工宿舍，其中一栋老厝却不幸伫咧2012年发生火灾烧掉。这场大火促使婚林关文化处开始投入修复工作。经过5年的文书调查甲修复工程，第一栋宿舍已经伫2019年底完工。等于这栋房子也证明了斗六在过去在咖啡产业的振兴历史过程中很早的一栋房子之一。好，所以它验证了这段的历史。未来官府预计把这栋老宿舍规划做咖啡文化的展示空间，替一寡捌替台湾咖啡产业付出的老前辈，把因的故事直接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真关心翠安当时买会到，经济部昨仔公布翠安伫运送啊，昨暝会开始到超商，啊，不过这个超商才拄进货都未了咯。不离高伫花莲东大门夜市，算是有业者伫卖讲一个翠安卖10块。排队的人对柜台排到门口，这间位在花莲的超商，一个6块的翠安，一个进货就互大家买了。附近的药妆店伫进货搬过了后，也全部都卖了。订了多少盒？这是赠批送的。按数量大概多少？这不清楚。欢乐疫情上升来抢买翠安，也毋过有花莲民众伫网络讲，有夜市啊排档的人伫卖翠安，一个花到15块。卖口罩啊？多少？要多少？
一个10块，8块8块。李亚市业者原本讲一个10块，后来佫讲8块。伫大台北地区，大部分药妆店甲便利商店拢挂出喙暗卖完啊。真侪民众讲，看了经济部测一在官方面册所打出的喙暗已经配送出去啊，只是等一天外也是买无。昨天经济部说傍晚会到货，但是可能傍晚没到，但是现在就没有。对。有口罩吗？没有，我要先去 7排看。7-Eleven 4大超商。对，或者是屈臣氏。排看。年前一天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对，年前就没有，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货。经济部商业署回应，这2天确实有针对4大超商配送喙暗，初一配送130万个，包含14万个囡仔喙暗；初二是配送100万个大人喙暗。喙暗会先到超商物流中心，验货装货了后，依照配送流程，再个分发到门市，爱8点钟到12点钟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有以下就是公布美国头一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人，在做莫斯科部治疗了后，状况受较好。不哩叫美国嘛，在这病人的排泄物验出武汉肺炎的病毒，表示讲病毒有可能经过排泄物来传播。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继续摊开，全球即阵总计确诊病例超过1万人。医学界也积极研究疫苗甲有效的治疗方法。新英格兰医学杂志31公布，美国头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人到院了后，接受注射 MERS 药物治疗了后，状况有较好。在我们看到说有1-2个病患用了这个药物以后痊愈，并不代表它有效，因为我们这个药效跟安全性的证实一定要经过对照研究。就伫传出美国确诊病人使用 MERS 注射药物治疗状况较好消息了后，美国也伫头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人的大便内底检测出武汉肺炎病毒。深圳市第3人民病院研究也指出，某一寡病人的大便内底验出活病毒，表示讲病毒可能经由大便也是喙瘰传播。病毒并不是只有局限在呼吸道的样子，那这个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虽然从粪便中检出哈，但是它对于我们那个防疫政策的一个影响并不大了，因为粪口传染它通常是一个比较低经济的国家，它比较会在意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用水安全有问题。医师表示，2019新型冠状病毒未耐烧，到热天了确实会有较热情形。尽管各国对着疫情有做严格检疫，不过因为中国有伤侪无查到病例，就比较无度亲像 SARS 遐尼较简单来控制，较无法度掌握所有带有病毒的病人。安尼一来，天气安怎变热，病毒也未来消失。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咱的农民，农委会对2月初开始，巴拉瓜农药就全面禁用咯。若是违规，上单会向罚35万。一个在牛年的农民来到田里喷农药，为着要防止杂草生长，过去的农民拢会使用巴拉瓜农药，因为只要喷完3天，杂草就会打死，效果更好。但为着要降低巴拉瓜农药不当使用，农委会规定为2月1号开始，巴拉瓜正式全面禁止使用。伊别种的代替品拢无法度像伊安尼讲一寡某种特种的迄落草精拢无法度好甲迄落杀死。我们没有用，所以说现在就是如果草很多没有办法根除的话，就是要人工啊。那现在人工没办法，现在年轻人不种田都是老人了。农民表示，虽然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代替除草剂和刷草，但却因为效果慢，需要7天以上，杂草才会来打死拖长附近的时间。对此，云林县防疫所表示，目前农药商早就停卖巴拉瓜，那农民还有在使用，相关会被罚15万。如果是农药行贩卖它可以处更重，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跟并科新台币500万以下的话罚金。不论在何时，我们都会有联合的一个稽查小组及稽查的一个行动。防疫所就讲，巴拉瓜禁用，为102年10月就公告，但因为真侪农民反弹延后实施，经过2年外宣导，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代替除草剂，为2月1号开始，配合农药行和农友禁止过来卖和使用巴拉瓜。若被发现，拢会来开罚。记者为你报道。金曲奖歌手江惠琪创作专辑落嚟，是写出对生活观察甲体验，这嘛互伊摕到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今日暗时9点，台湾新感界特别带观众来了解伊的音乐故事。
江惠仪对音乐的天分自细汉就看得出来，因为厝内面哥哥有咧学钢琴，江惠仪嘛缀咧学，那真认真，就连老师嘛学到这个囡仔对音乐真有概念。伊主要是伫厝的时阵是学钢琴，请琴老师来厝教教。但是他对这个音乐对这种旋律什么的，他很有概念。老师就讲这囡仔他这个对音乐很有概念所以爱带去学较深的，所以我就迄阵带去学爵士的钢琴。唱歌一直是江惠仪介意做的代志，因为无希望唱歌变成有压力，所以一直真轻松看待。就连迄当时参加歌唱比赛，嘛只是因为想要摕奖金。其实就是爱钱啊，因为我是外头落来台北，拄好看到迄个节目开，我是第一个去过20关的人，就想讲过一关有5000个袂歹安尼，无过，迄时阵想讲嘛无啥物损失，就去试看卖啊。江惠仪特殊的声音，伫比赛得到评审的肯定，这嘛是节目中头一个过关出片的选手。惠仪这个人较甜啦，甲毋是讲迄种足活泼迄种型，实力派的。伊算讲伊伫节目当中挑战真侪款的迄种无共款的唱歌方式。我感觉这个囡仔敢真特殊哦。我真正对台语我有感觉，其实是。参加比赛了后，尾也熟悉黄山亮老师，就是你会嘛随着你年纪较大了，你会去想讲歌词的意思，也佮有啥物款无共款的呈现方式。想要替台语歌做出无共款的可能，用各种无共款的音乐形态甲台语结合，拢会真趣味。嘛，亲像江惠仪捌讲过，音乐甲语言拢是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因拢是伫即个世代在做见证。记者杨淑成、林宏明采访报道。要培养国际人才，政治大学是甲越南土良博大学签做姊妹学校，嘛甲两间大商合作，设立越南国际专班，对台湾甲越南学校业界拢真有好处。政治大学甲越南土良博大学签约真侪姊妹校，越南即几档加真侪外国投资，是为咗公司上大海外生产基地，也成真侪大商去。政治甲大商做伙开越南国际专班，希望互越南学生来台湾进修，替大商培养企业人才。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其实就跳脱了原来只有自己的高教培养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国家学生的这样的概念，那帮助了台商更能够在当地做在地连结。政基表示，这是台湾第一个甲越南大学大商做伙推动的国际专班。土良博大学嘛，希望未来合作会当扩大到博士班教师合聘，和双方交流更加深。这次来台湾，我就学华语，然后回越南，就加入一个台湾的公司工作，然后对我来说，这次来台湾有很多的帮助。我们给予华语文课程的训练，我们给予他专业课程的训练，我们同时也给他去认识、了解台湾的一些的文化，一些特色，然后让他比较贴近越南厂商的一个需求。土良博大学是越南平壤省唯一的国立大学，真侪大商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走去投资平壤，未来会真有发展。透过越南学生来台湾学习，嘛互因当越南食大商头路，会当顺利顺势符合产业需求，对学校业界自己拢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来到南韩，首尔的宏大商圈，过去社会主力是少年人，即马煞出现以槟榔风情做特色酒馆，吸引好奇民众来遮消费。伫首尔宏大商圈这条正闹热的巷仔内面，看到这栋挂满着北韩样板海报的建筑物，互人叫是来到北韩。两韩之间无通邮、通信、通航，以北纬38度线做分界。理论上，南北依然是战争状态。不过，这间叫做槟榔酒馆的餐厅，就是以北韩的氛围加北韩料理吸引消费者。 비슷한 느낌인 것 같아. 생각한 거랑. 뭔가 미디어에서 되게 많이 봤던 북한 이미지, 상상했던 이미지랑 되게 맞아가지고 되게 재밌는 것 같아요.
酒馆内有一个北韩商店，内面一个卖北韩的食品，也讲老牌韩国服装，做好消费者翕相。化妆室也跟随北韩所讲的卫生巾。入口的所在看到，食粉的人若被抓到一律青色的警告牌啊。 글씨랑은 되게 낯이 익은 것 같아요. 너무 비슷하고 이런 구호도 그렇고 뭔가 나름 디테일에 엄청 많이 신경 쓰신 것 같은데 약간 완전 평양은 아니고 그러니까 평양을 촬영하는 영화 촬영장에 온 느낌이 더 큰 것 같아요. 平壤酒馆的头家从来无去过北韩，伊本来是经营日本餐厅，不过日韩两国因为外交经贸问题关系变歹。 日本餐厅的生意也搬了5成，只好另外想办法找出路。 많은 분들이 오세요. 정말 북한 성향을 가지신 분도 오시고 북한을 굉장히 싫어하는 분들도 오시고 근데 또 많은 오시는 분들 중에 한 80~90%는 그냥 재미로 오신 분들이어서 저도 사실 정치적으로 뭐 북한과 남한과 뭐 그런 거는 솔직히 말씀드리면 그렇게 큰 관심은 없습니다. 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就跟那艺人同款，所以十个差真多，影视界就定定摕来做对材。伫最近无论是电影也是电视，拢有北韩的元素。在南电影《白头山》讲南北共同渡过难关，浪漫喜剧影集《爱的迫降》内容是南北的禁忌之恋，票房拢真好。伫咧北韩，虽然官方禁止人民看南方资本主义腐败社会戏剧甲音乐作品。 那违规会被逮捕送到拘留营再监狱，不过民间的恶趣交易是拢无停。去年2月，北韩惠山市明体发现一个装满着 BTS 光机的 USB 随身碟，少年人伫咧讨论时阵也有暗句，若是要问讲是毋是有听过 BTS 的音乐，就系讲是毋是有排过防弹的后排啊？因为 BTS 里面的意思就是防弹少年团。 나중에 진짜로 뭐 이런 서울 술집, 부산 술집 이런 게 평양에 생기면 정말 평양이 그만 북한이 엄청 많이 변했다는 증거고 하루빨리 그렇게 됐으면 좋겠어요, 진짜로. 记者综合报道。 东京奥运伫今年热天就要举行了，不过日本政府去年财委会才发现讲，伫奥运的期间是要招待为全球来的素食者，因为伫日本各种料理差不多拢无素食。 来自美国13岁开始食素的奥特利布，伫咧移居到东京了后，发现者真歹找到伊会当食的食物。自米索汤到各种调味料，拢有动物性的食材。趁着假日，伊到青山的农夫市集，才当买到伊所需要的蔬菜。If we want to eat somewhere together, I have to find a place that has a vegetarian menu, or I have to change what I want to eat on that day. 为了要迎接奥运，东京自几多年前就开始各项筹备工作。不过一直到去年11月，日本政府才提出，奥运期间来自全世界各地素食者可能会拄到食的问题。素食料理袂当有动物食材，既有对素食者的尊重，上好会当挂保证。不过官方标准认证的实施，可能赶袂过7个奥运。真侪日本政治人物就承认反应伤过慢。 因为连清净食物的供应拢比素食更加完善。日本製のビーガン料理、非常に品質いいですから、日本は精進料理の伝統がありますから、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ブランド化してジャパンプレミアムで海外の方に安心して食べていただく。日本的饮食文化差不多拢是错的，尤其是海产肉品上多，连点一个素菜、总无菜拢无一定会晓做。 日本政府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会当完成素食材料的制作指南，提供给相关的组织。也考虑要拨公基金协助餐厅、食品店，希望讲是能满足素食者的需求。まず一番の問題は日本の飲食店とか、もしくはホテルまで含めた宿泊施設とかがなかなかそのベジタリアンとか、もしくはもうちょっと厳しいビーガンっていうものに対する知識がない。で仮に知識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対応するところまでいけてなくて食の部分で。 奥特利布认为，日本料理的菜单拿做弹性变化可能会较简单，譬如讲，把海产改做蔬菜。在东京奥运期间，估计有来自全世界4000万的游客，总消费有8兆日元，相当是台币22兆。就看各店面是毋是有法度伫咧短时间内应变成功，满足素食者的胃甲心。记者综合报道。 做回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是晴云到好天，不过明仔载如果风雨化gün，天气如果变做落雨甲真寒，
到另外关心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12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1度到25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7度，东部地区是15度到23度。那外岛地区是11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